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昏伫党内的中央委员会宣布请辞，即马是由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黄国昌来做代理主席。若正式的党主席选举会伫2月份去卡刀。郭文哲拜托支持者，唔通因为伊请辞就退党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出夜到台大新竹分院看因老爸，并甲因妈妈行出边，就去城隍庙拜拜祈福。各位加油！我相信你，大家平安呐！希望大家都平安。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蛮早就出门了？8点钟就出门。来看他爸爸了。郭文哲起台办了，会到主持民众党中央委员会会议，正式宣布请辞党主席。都已经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辞，那也非常谢谢所有中央委员都支持我请辞的理由。我个人是推荐黄国昌代理党主席的，那他个人的政治的经验能力，还有在立法院的表现我想大家有目共睹了。他不是不爱我们台湾民众党，他是因为爱了我们才做出这个选择。他不是离开了我们，他是离开了主席这个位置，但是他的精神跟我们永远同在。郭文哲强调，伊是民众党忠心党员加志刚，也拜托支持者唔通因为伊请辞就退党。民众党的中央也来真侪支持者，也着请假无请辞的标语挺郭文哲。郭文哲讲，2月7日新的中央委员会就会上任，新的党主席选举结果大概是伫2月7日进前就会确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